政府正制定首個最低工資嘅水平，自由黨就建議定喺每個鐘頭28蚊。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即將揭盅，唔少僱主都已經計定數。茶餐廳老闆邵先生話，如果定為28蚊，幾個送外賣員工都可以獲得加薪，總薪金支出會大約多咗8000蚊，加幅係大約2%。但如果再高一啲，定為33蚊，就要削減人手。28蚊嘅接受裏邊咧，就無可奈何之下接受咧，咁啊即係比較都輕微咗啲咯，即係個壓力啊，咁啊變咗裏邊33蚊個壓力咪大咗咯，咁接受唔到咯。自由黨8月中訪問咗507間中小企，推算如果最低工資係28蚊，會導致46000個工作崗位流失，水平越高，流失越多。建議最低工資定為28蚊。不過，同屬自由黨代表飲食界嘅張宇人就認為28蚊都係太高，會有食肆結業，堅持要24蚊。無論你哋點樣去覺得我呢啲係好無良嘅説話，我都係講當時個實況。工會堅持最低工資定喺33蚊。我覺得張宇人始終都係洗唔甩佢嘅將20嗰個觀念，而家20變咗24，始終都係要講衰嘅最低工資咧，係會對飲食界係有個影響喺度。調查亦都發現，隨住經濟好轉，超過一半嘅受訪中小企係贊成最低工資立法。自由黨就話咁樣反映咗商界對於最低工資嘅立法抗拒情緒大減。無線電視記者鄭思思報道。